啊，就看快些個人嘅啫，一頭毛我啦，換頭毛嘅事，我換頭毛嘅事。actually 我講大家點樣？而且實一個講 parallel universe。係啊，各位聽眾，嗰陣可能到到嚟收聽邊啦，好見你節目，我係 parallel universe 咧，我係上人無上世界啊，世界是我係韓國人啊，我即係禮拜咧，人講下咩啊？人寫起來上。上人無上世界咩？上人無上世界，你買鹹糊啊，買鹹菜，啥物啊？人講一個買菜，或一個買肉，一個買菜，啊無就是一個買鹹糊，一個買鹹菜。所以我人嘅世界咧，今日咧，我看後尾世界是怎麼調底做，或者咧話底做嘅咋？所以世界上我特別嘅聲，但係人看到見到是半鹹啲，幫垃圾垃圾嘅。校長，垃圾唔是垃圾垃圾，垃圾噶，係你咯。你一個有特啲 clubhouse 有個字啊，毛毛菇加薄膜，南西一定是佢嘅，南西薄膜唔是薄膜白，毛毛菇加阿里巴巴，一定揀人佢嘅啦。啊，出嚟阿龍加即係一定佢嘅了。OK，唔緊。人到對去，個對去即係 club deck 不啦？個嚟嘅Google Hangout Meet Google Meet，睇下我隻看看係咪新聞啫？呢，看看，這是講咩啊？實是哇！我一隻嘅消息啊咯，是當 media 啊，不過得係得翻嘅，係咪新嘅 update 哦？你是講 YouTube 嘅嘢啊？都冇見過。你話 YouTube 咁安我哋講啊嘛，安我出嚟講話，安我出嚟講係乜嘢咧？我你看伊 chat 啦，咁樣有啲寫harapan，有啲寫harapan hard，very hard 啊！伊無想伊 chat 梗係快啦，砰咁樣嘛，想嘅咁樣嘢咧。啊對 ，OK，來講到啲人嘅上人無上世界。啦，阿莫話叫做 parallel universe，做咩事咯？好險嘅想起這個話題咧下龍。因為半咁啲嘛是啊，對我話半咁啲，我上未見黐線半咁啲，半咁啲對，水咁杯，唔是咁水，半咁啲啊！我當然特別記得半咁啲嘅話賺，一隻是嗰隻半咁啲賺。對，我本就是個食本嘅，半咁啲伊有介紹我看一出戲，Korea 戲嚟，我就少看 K-pop 嘅戲，老實講，我對 Korea 嘅經驗，我就少看 Korea 戲本嘅。除非嗰時我好看，個真正好看。啊，這出戲咧是我 skip 過嘅咋，就是講我看到啦，咦，然後我 skip 掉咗，because 我完全冇看到，冇興趣。我對迄個人冇興趣就，伊是李敏鎬做嘅戲咋。我對我唔是冇熟個意，即係冇講特別。做戲應該本是人導把做戲，我哋係偶像啊，啲戲嘅，我是 feel 到啦，我冇 expect 到伊是一個做好看嘅戲人去做，所以我嘛 skip 掉，就前兩年一就 skip 掉冇看到嘅就，那半咁啲就講，你應該去看，伊是只股嘅啦，出啊，伊介紹我誒，出只股嘅尾戲。兩年咧，自康年嘅戲嚟嘅 ，before COVID 咁正戲嚟，所以伊就介紹我，因為我啲國際版裏邊有講到 parallel universe 咗，所以伊就介紹我講你哋去看，講伊是講即個世界，伊唔是講即個世界，伊是講有兩個世界，兩個 Korea 嘅故事嚟咗。然後我就聽到講嚇是咩 ？OK 啦，我就 South Korea。伊無關 South or North，伊就是有兩個 Korea 對嘅咗。所以我就去看頭一個 episode 咯。我看了佢啊，哇！我真正 attracted 到即個 storyline 嗰種。伊講嘅是咩嘢就？伊講即個兩大條 universe 啦。你特到你 make 一個新嘅decision 咧，即係講我今日早起我出門，我行倒手邊咧，我就會使食雞腸飯咧；正手邊咧，我是去雲吞麵嘅大嗰種。所以若是講我 OK，我俾佢食雞腸飯。
我就行这段班的路咯。我行这段班的路點聲咧，我有可能會拄到火車撞到，let's say 啦，火車撞到，好啦，紅尾車位頭先，紅尾車位是歹嘅。但是我去食雲吞麵嘅話咧，我行正手邊嘅話咧，無車嘅，迄個真係無車嘅，是干那一頂迄個卡車過，你知道，所以我無撞到卡車，好啦，伊無紅尾車位嘅，所以我都有兩條無相關嘅來嗰種兩條無相關嘅人生無相關嘅，你知道，所以。伊講啊，咱這個世界裏面嘅人啊，咱到做一個 decision 嘅點時咧，這個世界都會踢到一半嘢咗。咱未 feel 到嘅咗 ，because 你淨係做 decision 咧，你行 A 點時啊，你可能行 A 咯啊嘛。如果另外一個 B 做嘅迄個 decision，一去另外一個世界咧，伊 end up 伊嘅結局是無相嘅咗，伊嘅 consequence 是無相嘅，你知道？所以人咧可有 unlimited 嘅 universe。伊講這裡正 scientifically 有 proven 過講。這裡是有可能嘅，你知道？所以這出戲咧，伊就是一 start 點先，伊就講，樣啲 Korea 古早有一個 one of the dynasty，伊再講有一個 flute 就一本有彈嘅就，迄個 flute 咧嗬，你本嘟嘟嘟嘟嘟，迄個 flute 嗬，你本了過後，你佇一個所在，你看到一個門，你入去迄個門過後咧，你佇入去另外一個世界嘢，你知道？所以一落來就有傳講有迄個 flute 誒，一個 myth 啦，一個 legend 啊，佇一個 kingdom 裏邊就，迄個 kingdom 咧就叫做 Kingdom of Korea 就，係了，迄個 Kingdom of Korea 咧，人哋講有一個 flute 咧，伊嘅歌咧就去睇掉伊小弟，伊小弟是 emperor 嚟，就是 king 嘅就，伊就去睇掉伊小弟，伊要夾咧 flute 就，伊夾咧個 flute 問下仔咧，互伊嘅 nephew 看到，伊睇伊嘅小弟就。迄個 nephew 咧，就是伊嘅小弟嘅囝啦，就是 prince 嚟咗。迄個一睇到迄個 king 啦過後咧，迄個 prince 啦也都斬掉，迄個 flute 變做一半嘅咗，變做一半咧過後，伊本是吹掉迄個門，但係伊未做其他隻物件，所以伊入去無小心啦，伊入去迄個門啦，伊行出來啊，伊看到是另外一個世界嚟咗，伊唔知是另外一個世界，伊 just 行出來，你看到講 ，what the fuck is this Republic of Korea？伊無聽過即個國家嘅名咗 ，because is from Kingdom of Korea 嘅人咗。伊可行出來大路啊，伊看到伊 building， 看到伊人啊，甲伊國家嘅人差不多嘅咗，車啦、buildings 啦、賣報紙嘅攤啦，特別就行去看報紙，伊報紙寫嘅物件，伊無明白咗。伊講做伊報紙會寫講North Korea 甲 South Korea 嘅物件 ，what is it？ 啊，你看到迄個招牌寫條。let's say 講 Welcome to Republic of Korea， 伊講無 North 無 South 嘅，無按蝦米物件來 ，because 伊是 Kingdom of Korea 人嘅就，伊 just 行佢啲門啊，出來到 downtown 啊，伊看到物件，上加是另外一個世界，你知道？後來伊就浪到一個人就，迄個人邊看到啊，伊捌迄個人嘅就，伊是捌迄個人迄個面就，伊迄個人就是伊小弟嘅面嚟就，後來伊小弟就斜鏡我看到伊個就，特別 actually 係兩個世界嘅人嚟。所以伊告訴突然 start 咧就，所以伊講這個 universe 裏邊咧，嗬有真一個世界嘅，咱人大條世界有真一個，有時陣阿 John 都講，你哋講幾個數嘅點先啊？你唔是講就講，你講到咩物件咧？係嘛？我講到你看，成日感覺有人看我呢，成日是感覺到有人看你啊，你講嗬 ，actually 嗬，按照我講，甲人嘅特別有關係咧，是because啊。即個 universe 甲 universe 啊，一跳咗一半啦過後啦，伊 actually 伊會 clash 咗，就 overlap 一半嚇，伊會 overlap 掉咗，伊 overlap 掉代表講嗬，有人看到你嘅點先啊 ，actually 是有一個人看到呢個 direction 咗，伊是啲另外一個 universe 裏邊咗，伊看到呢個 direction，伊 overlap 嘅點先，你 catch 到伊嘅 vision 咗，伊嘅 sight 咗，你 catch 到伊嘅目睭，係咯，伊目睭看到 ，actually 唔是看到你咗，伊是看到你後尾嘅物件咗。特別一隻 clash 掉點先，你非得有一個人看條路。你是講 clash 就是我嘅 parallel universe，另外就會啲看條別人。你是 universe A， 你哋 universe A 裏邊拍。你是講我 universe B 嘅時有影隻人看條我，แล้ว我嘅感覺掉。有可能看條 universe B， 路嘅後尾係一個物件咯就。universe B 一徛到一個所在，看到一個條，迄個條咧無佇路嘅世界裏邊就，一直看到迄個條就。特別你嗬，因為你嘅 universe A， 你是坐啲伊甲迄個條中央嘅一個位咗，所以一隻 overlap 嘅點先咧，你 feel 到有一個人看條路 ，actually 是啲 universe B 裏邊，迄
迄个人看到一个条你知道。特别 overlap 嘅點先，because 伊 position 按掃過來點先，你嘅 position 喺中央，迄個人看嘅點先，你 feel 哦，一個人看條我呢款嘅，actually 迄個人唔是看條你嘅。特別迄個是最 universe，迄個是 Y parallel universe 啊 ，Y parallel universe B 啦。講嘅 parallel universe 嚟，所以有當時伊喺裏邊交代嘛，伊喺裏邊講 scientifically 交代本咗，伊有一個查某，伊用 computer 時，伊看 computer 嘅 screen 嘅時啊，伊 shut down 嘅點先，伊對 screen 變 off 嘅嘛，伊就 shut down 點先，伊看到另外一個機咗，伊看到一個人甲伊相邊嘅，特別迄個人看 computer 本咗，伊就是著請驚啊，你講係咪人嚟？你看到啲佢是家己嚟，所以看了 computer 佢啊 actually 啦，啲另外一個 universe 裏邊啊。甲伊上面嘅一個人本是用條 computer 咧看 computer 本咗，because 伊 clash 掉，所以講吼，即個世界咧，安怎有迄個 doppelganger 咧，是 because 有正人啦，伊無小心啦，伊 clash 點先，伊所行入去另外一個世界去咗，伊行入去另外一個世界就是講嗰啲伊上甲你上面嘅人，上嘅面嘅人，actually 是上一個人嚟。然後你會我個裝上面咧？這是做戲，甲是正嘅，阿龍，這是做戲，甲是正嘅。做戲是安做，特別這個是，若是講你叫 Wikipedia，你叫 Google 去找話啦，伊是18 something 嘅點說 already 有一個安尼講嘅 theory 出來咧。because 咱人嘅世界啊，嗬，咱人大嚟人啦，咱人佢身軀人是 cell 嚟啊嘛，即個 cell 隔了一粒 form 咱人嘅身軀 form 咱嘅世界出來啊嘛。伊講即個安尼講嘅 form 嘅 method 啦，伊 method A 有可能伊擺點就是安尼講擺。啊！咧有你一個世界咧是按你款擺落來咗，所以咱人看袂到樣看袂到人本嚟咗。但係呢，咱人嘅世界是 multiverse，人看袂到樣看袂到人 ，because 伊嘅 cell 擺嘅 sequence 無相咗，所以人看袂到咗。但係你可有一日紅險樣會 overlap 掉一點先，你哋看到咧咗。所以有當時咧，人看到你是唔是講 string theory 哦？你是唔是講 string theory 嘅 multiverse？The multiverse theory, parallel universe theory。嚇。because 我看過，伊人講 multiverse theory 有兩類，一類是 string theory，然後一類唔知叫我袂記起啊。係咩 theory？ string theory， string 線 theory，because 伊是線接。特別對我嚟講，我冇咁明白 ，because 我唔是 scientist，我讀了。上甲西上甲會明白，上甲袂明白，安尼款。對 ，because 啊，伊講話做乜是有 déjà vu 咗？有 déjà vu 是 because 嗬 ，actually 啦，誒人啦，喺另外一個世界裏邊，咱有可能是已經行過一條路嘅咗。咱行過一條路，咱第二早起醒起來，當時咱佢就對另外一個世界有咗。所以有當時你看到 déjà vu，哎，我就是對第時看過這個會咧。你真看過這個價錢嘅牌咧 ，because 你另外一個世界裏邊，你已經看過這個物件嘅。特別你另外一個世界是甲你嘅世界差唔多像嘅咧，還是另外一個世界是完全冇像嘅？冇就對誒，你就做乜數？迄個，你即講到對迄個一出戲啦，一出戲叫做 The King 啦，迄出戲裏邊咧嗬，伊個 King 啦，伊後來伊大漢啊嘛，伊做 King 嘛，伊有一日咧，伊有影接到人嘅世界咗，伊啲伊嘅 universe 接來，即個 universe 咧，伊落來嘅時，伊看到物件。伊就請驚咗 because 伊嘅路嗰度是像嘅咯咗，但係咧嗬，伊店無像咗，樣出名嘅 brand 都無像咧，即係伊邊伊嘅世界是無相同。所以差唔多像，伊唔是講完全無像本啊。伊本是有 cell phone 本嚟咗，特別樣嘅 cell phone 看到物件是無像嘅咯咗。係了咧嗬，伊看到有一個 statue，係個 statue 嘅 position location 無像本咗，係個 statue 喺伊嘅世界裏邊是啲釜山，特別伊接來這個世界，伊就請講，安出嚟 statue 係啲數嘅咗。伊世界裏邊咧，係你寫咗是啲釜山嘅嘢咋。Because 就叫做 one of the person decided differently in the past， so 係你 universe 跳出來嘅咯。So 你係講50年前有一個 meeting，人講誒，咱人這個 study 會放啲釜山 ，no， 你放啲數，唔係放啲釜山 ，no， 放啲數，所以伊 decide 放啲數咯，伊 decide 放啲數啦，伊就伊係你放啲數就是 universe one 啦，係咯 ，decide 放啲 B 嘅。係你 decision 咧，就變咗 universe B 咗，所以變咗腦力世界白白行去咗，你所以用 parallel 咗，腦力世界白白行去，所以伊看到一抓字啊，本是無相本嘅，伊身軀有驗啲嘅抓字嘅了啊 ，Republic of Korea 是袂用嘅 ，because 伊有10情況，即邊有10情況，特別樣嘅 design 是無相嘅。
啊，有遮物件是你有看迄个杨紫琼迄个 Michelle Yeoh 的戏哦？有我有看迄出戏本，就是上一个 topic 来的。好看哦，好看咯。你叫咩哈？Everything Everywhere All at Once。对，好看咯。伊讲嘅物件就是伊长人名咩哈？有啥是有长人名？天马行空，天马行空。哦，天马行空，天马行空就是讲虾米鬼本嚟出現，就是講伊是上一個，伊是搞了真正一個無相嘅 universe 咯。伊 make decision，但係伊告訴一個 start 就講到伊甲伊翁做洗衫店嘅嘛。伊做洗衫店是 because 伊 decide 要對伊翁去美國，所以伊 life 就變成很嘢咯。特別啲另外一個世界裏邊，伊無對伊翁去喎，伊一個人留掉喎，伊一個人留掉啦，伊去走去學功夫，後來伊變做真正功夫 movie 嘅 superstar 係嘛？啊，迄個是另外一個世界啦嘛。所以伊入去另外一個 universe 你看到點解一條青鏡就講，我原來就是無對掉我翁嘅話咧，我安尼 happy 嘅喎，我安尼成功咗咗，我可以做功夫movie 嘅 superstar 咗明星咗咗，所以伊就 start 去理講伊唔應該對伊翁嘅咗，because 伊嘅 decision break out 去攞嚟 universe 去了。伊講，咱人每一個人啦。咱會 break 真啊隻 universe 你就是講啥？你阿三六三，伊行咁夾伊度，假是夾伊嘅車馬，假是夾伊頭頸起來撳一下啦，嚇，後來伊就一個 universe 咯。係咯，伊行咁伊看到你車馬係看到你頭頸嘅，伊無夾你頭頸咗，伊無夾你頭頸嘅 decision 咧，本是 break out 嘅另外一個 universe 嚟咧，所以有可能伊 break out 嘅另外一個 universe 是伊行去走開點先，伊找唔到伊嘅頭頸，係咯，啲這邊嘅 universe 你可以除掉你頭頸嘅，係咯，伊狗就嫁掉你頭頸，啲另外一個世界裏邊伊狗嫁掉你頭頸，啲這邊世界裏邊是伊手劍掉你頭頸嘅，所以伊接落來發生嘅事就真係無常噶啦，而咯，如果一個是 side effect 嚟嘛，一啲對到接落來發生嘅物件就無常噶啦，所以伊就變真一隻物件係啦，所以成個咱人大人背拄到按呢款嘅 universe 都有一日，就是可能 cross over 嘅點先啦，可能看到咱人。另外一個家己嘅點先，你看你要做嘅物件咯。你是講你，而家是 split，就是講你伊個世界 split，就是when你做一個 make decision 啊，你 usually 你要做一項物件，你按怎講啊？你很驚嘅啦，你很驚，我做這條路。我若是講今日我無來美國讀冊，我哋到啲馬來西亞做工係咪？我嘅世界就是我另外一個 parallel universe 咯。2022年嘅11月19號選做總統啊！你變做是 PM 去，你就變做坐啲邊，你坐啲馬啲嘅邊有去講話去。未講嘅，唔是總統，係你叫咩 ？Prime Minister 叫做咩 ？Prime Minister 首相嚇。哦，我有可能冇做 podcast 了，然後就冇變咗學嘅了。對咯，我可能做變咗學嘅是別人，是道哥，變做道哥，唔是做變咗學嘅做 Glenn 學嘅。我就係啲人我做變咗學嘅了。即係世界嘅咧無常啦，嘅咧人唔捌嘅咧人啊。係咯，好。人嘅咧唔能夠咧，而家就唔捌咧。你 imagine 講，我無小心見下啲嘅世界是阿 John 冇做嘅變咗學緊 podcast 都就，我只見你世界咧啊，我出嚟是調查嘅，我看到啊咧，我哋嘅路邊都到南西時候，呢邊電話啊，南西講我唔想住哦，係咯，南西係你舊嘅毛毛個嘅咧唔捌你人嘅咧而家就，你落驚人我這個世界。所以伊個故事其實後尾嗬，啲伊家己嘅 palace 裏邊啊，啲嘅 Kingdom of Korea 嘅 palace 裏邊啊，有一個老安迪就係老安迪成日養嘅迄個叫咩啊？管家就是講啲伊是查某間嘅頭啦，迄個老阿媽啦 ，housekeeper 就伊 housekeeper， 迄個 housekeeper 咧嗬，一直落來 housekeeper 唔捌講過一個事海在度 ，actually housekeeper 啦，就是啲 Korea War 點先啊。1951年嘅點時，伊啲 Korea War 點時拍成咗，伊爸母又死去，伊小妹又死去啦。剩一個人嘅點時咧，有一個 uncle 出現咗。佢哋 uncle 出現講嗬，你愛買去一個無拍成嘅世界，我係使帶你去。佢哋 uncle 就是當今嘅 king 嘅 grandfather 嚟咗。伊帶一去佢哋世界過後，伊都唔捌轉來過啦。所以佢哋 king 會講伊，安尼一年來，你咪是真係 lonely 咯。because 伊來到這個世界過後。
只係物件是像嘅 ，Korean culture 好似差不多像嘅，大物件寫嘅字講嘅話嗰啲像嘅，but 伊唔捌 anyone 嘅就，伊捌嘅人計了上邊又好啦，是唔捌伊嘅都就，畢竟像是另外一個世界嘅人嚟。所以你唔係只有自己，在都請起來時，你見你見落邊時，冇一個人捌你去個 office 就同人講你是最，我唔捌講佢路嘅。because 你冇做，邊啲學緊 podcast 啊，你佢哋 live 有可能嘅冇相異。我特別讀到是啦嘛字。你特別讀到是啦嘛字嘅，因為係講字咯。你唔係有可能是特別讀到是啦嘛字嘅咯 ，because it won't happen 嘛。哦，你讀到意思另外一個 occasion 嘅咯，啲另外一個 occasion 讀到。Maybe 阿 John 你教 instead 上嚟見咯。哦，可能講 maybe 我就是啦嘛字嚟嘅。maybe 你就是啦嘛字嚟。你是啦嘛字，你是計 duet 嘅，你是計 duet 嘅一個聲嚟啊。唔係，我就是啦嘛字。誒，你講嘅這出戲是咩名 ？The King。The King 到啲 Netflix 啊 ？Netflix 講係掉誒 ，Netflix 當嘅按掉到底個個誒。伊是古早戲啦，幾廿年啦。兩年啊，2 years 嘅，所以只隻物件still relevant 個誒。哦。伊物件 still 真 relevant 個誒 ，because 伊係到尾有去到自講自年咯。伊翕嘅點先是翕，嗰時自講自講你翕啦，但伊係有去到自講自年嘅。只聽講阿咪名你朋友到底德國阿咪嘅人叫伊，炒咪講唔是？莫鬼長嚇，莫鬼長到啲 clubhouse 嘛？伊講 interesting， 伊講伊要看家己到底另外一個世界。我 OK，我問36歲，你看到底係咪日本即個阿龍？我要再講，你嘅上愛 parallel universe 安怎？我冇想過，但係講成個，但係36歲你成個講你經一個 life decision 啊，成個講你有來美國還是冇來美國？แล้ว想看，若是講你無來嚟講，你生活上做，你有安尼款嘅成雜幫咧是講看你 parallel universe 上做。特別我唔是講無來Malaysia，我是唔是教因阿莫包我生活上做。哦，其實來 try 下嚇。若是講嚇 ，because what usually 是正大嘅 decision 嘛，嚟 Canada 是正大嘅 decision。特別有來無來，我會 imagine 啦。若是我無來，我 maybe 我生活當 Malaysia 安怎？特別我想來想去，唔知我生活是安怎。若是講我無教因阿莫包，我生活是安怎？係咧，我家己未 imagine。我家己嚟 ，because 有陣時你會看到上個有個人啊，你阿個。你行這條路是安，你會想看會阿個阿着，特別若是無教因阿莫包，我唔知講我有教因無教因，我有生囝無生囝，嚇係咧我唔知。然後若是講我教因安怎嘅人，我教因個另外份啦，係咪？假是我教因，還是無教因 maybe 嚇，係咧，俾有可能嘅咧。你即講你無來啦，because 你是啲類白嘢，你是啲 Canada 白嘢，還是啲 Malaysia 白嘢？啲 Canada 白嘢。你啲 Canada 白嘢啦，俾你特別成嚟 Canada 成咯。但係你有來無來啲 Malaysia，我會想象着，我會 imagine 講，若是講我無來啊，我會生活是安怎？我看賣，我看會出。特別有教因無教因之類咧，伊個差別啊，上大。我未 imagine 講是到底是安怎 ，so that's why 我 curious。若是我無來，我阿個我生活是安怎，我看會出。嗱，咱可以寫者，咱可以寫者chapter 嚇。你去 Canada 咧，你冇去 Canada，你 until today 你以為啲到落嚟咧 ？If let's say 1970，我生安怎，我阿個知，我阿個會知。Because 特別你是特愛嚟 Canada 嗰時，你有可能會去別個 country 嘅，係點先？我是今日要 escape， 我要 escape， 我出來會情形，所以我會我睇在唔是去英國，就是去Australia，because 我真係我出來人真係佢識介紹嘅嘛，我買去安會 because 真係已經有得我會嚟 North America 嚇，冇人冇出來人嘅位 ，Australia、New Zealand 加了有了，所以美國加 Canada 冇呢，所以我驚美國加 Canada。แล้วว่ากับว่าจะ negotiate เลยสิอีไม่เขาว่าคิดดีก่อนอีกดีก่อนตัวเสียวัน
อันกู情แล้วกูคือ racial tension แล้ว加拿大較靜較上較英國寬寬啦แล้วว่ามา嚟咯แล้วอีสิ่งอย่างไอ้叫ว่า去英國ก็是去 Australia ว่ามา because ว่าใจ講ว่าน่าจะ去咧ว่า成ว่า未變這樣子所以ว่าไอ้嚟就嚟會無人一關ว่า嚇แล้วว่า經嚟這邊咯所以哈咧ว่า一再講若是講我無來咧我成話即就是成個國家嚟走未去咯走未特別無嘛我聽你講緊呢啦你是無可能無離開馬來西亞嘛你連你嘅爹叫你買去美國啊你都硬是愛睇到愛嚟，其實都對啦，買去英國，買去 Australia。愛有出國無出國是正少出國了嘅，是講是去大陸呢，是幾回出。像我爹愛叫我等甲15安尼反甲出嘛，我買，我未打閒了，我未打閒了。了我，because 我會看到啊，我成我是愈來愈 narrow 了嘅，我直直 lose control 啊嘛，我買啊，我哋成我嘛。伊叫你買去美國啦，你有可能講硬講，我硬是就是愛去，你有可能啊？你睇你點先？我未考了伊類，我講實際嚟講係安怎來？我未，所以我接落來我要改 negotiate 啊！我未，我缺了伊類嘛。我去美國，because 我去美國我係做工。那應交咗，แล้ว若是講 because 啲英國人是有你類啲英國人嘛。แล้วว่าสิไอ้กะกิเอคีสิเลยวิเอโจกังแล้วว่าเอกะกิกะเองล่ะกะกิกะเองตอกลิล่ะแต่บิว่าเบลso ว่าหลายจะเป็นแต่ว่าว่าหลายอ่ะว่าใจก้องอ่ะน่ะสิก้องว่าบ่หลายว่าแสงที่อันตัวว่าไอ้ใจว่าควายชุดจะเสียหลังที่มาเลเซียกับว่า情形想象แต่ก็ว่า出來人啊ว่าใจอี情形 so出國是正少時出國咧，是有陣時出國了特別追求嘅嘛。特別我是在講，若是我是出國，我是唔愛追啊。若是我追半好啦，我是。sorry 你講，你去流力嘅數。冇力啊啦，攞到啲 club， 攞到啲 Google Meet 冇力啊，咪落吧。對啊，我是感覺。嚟叫我大成間馬來西亞國家可能成我咧大家即刻留即刻知，我感覺是真係特別 OK， 你講就真 interesting 嘛？你講真係坎坷，那是講你坎坷咧，你安怎咧？你變咗安怎咧 ？Story with that idea 嘛？係你是你 parallel universe 嘛？當劍，但係講你硬到啲馬來西亞，你講你真正 narrow 啊，你別啊，你可能安怎爆炸安怎？Because 我再講啊。我是成日做出國咧 ，because 接落來我。特別係講你無咧，還是你無出國，你成日話安怎呢？特別上課我係只有教員咯，教員隨住嚟講。嚇，但係so that is 你會 explore 咯，你會 explore 誒攞咯。特別咧，你若是隨住嚟講教員啊，你成日話本是上，你講做馬來西亞，你家庭嘅情形是安尼看了嘅，你走未去。so 特別你再講你係出國，แล้ว你再出國แล้ว你地好唔行動，你若是個追去，แล้ว你就是追去上嗰種。interesting 一直頭。You have to live within the expectations。阿三拉沙，我只趣味就是你講啊，講來講去啊，你無幾耐 sentence 講 in 你到底馬來西亞嘅生活，你 almost 被 picture 伊嘅生活到底馬來西亞嘅，我會 try 看你會攞較深淡薄。咪是迄種我真無出界咯 ，like 對我嚟講啊 ，stereotype 咯 ，narrow-minded 咯 ，like 你特別做 all the things like traditional expect 你做嘅物件，嚇，即係 traditional， 即係是你會無歡喜哦，你特別對了番行，就見我是 free spirit 嘛，定人硬咯，定人硬。係咯，成曬嚟見啊！and then 如果你講變 housewife 啊，internet 都冇聲咗。parallel universe 冚咩聲？講口語就講成曬嚟見。我阿三拉三你 internet 上面是啥冇聲嘅？你講話先。你 mute 啦，mute。
啊，伊 mute 喎，做 mute 嘅。伊 audio 無 ，maybe internet 無事啊，伊 mute 去。反正我 computer problem 亂聽唔知聽得到。我靠我 headset。嚇。我特別你換你麥看，你會使換你嘅麥去你 computer 嘅麥啊。特別你 headphone 少清掉 headphone 啥，特別你maybe wireless 係屬於 Bluetooth。你諗嘅冇電數可能。你個就係你就冇嘢，你 mute 其實你 auto mute 嘢。冇一邊換伊個，一定換伊個 input 啊，特別伊個 Google Hang 啊。我假蘋果。我若是住 Malaysia， 我再講我定就袂歡喜，特別我 I will not allow myself to be in that situation。所以你有可能是講交應，特別 maybe 交應一半未入，特別離婚，特別走去別度，個再走。袂，我再講是無談咧。你交應迄個紅，你若是無暑假，你本是死掉啊，你是掉掉啦。可以交。所以我是感覺啦。你是嚟等你搞你點聲，你會 escape 嘛？所以我是規無 I did 我無互我家己想啊，我會生活是安怎 ？because 我看甲了人會生活啦，是安尼款嘅，我袂接受，我感覺我是袂接受。若是講我會活啦，我袂歡喜，我做一個人我袂歡喜。對我來講是一個責任來，即責任來咯，即是你責任，即是你都要做。你做嘅物件是 because expected of you， not because 你愛做。你會 feel 就講成日你安尼款嘅 mindset 啦，若是講有影啦，80年代，你有影你無來 Canada， 係了，你就逼掉舊年一個打波了，你講無講真正愛伊喎，但對你來講佢是 duty 咧啊，你哋逼掉咧。我袂教你打波，嚇，我是安怎拍算咯。若是講有風險，我袂出國啦，我特別找一個工真好。會賺錢，我家己會支持我家己愛做啥物，我做啥物，做來。And then maybe 你是2001甲去過 Canada 咯，有可能性咯。嚇，無聽到咯，無聽到咯。所以無教員咯，伊是2001年甲去過 Canada 咯。maybe 啦，特別係啦，都叫另外一個打波，特別唔是當見咩硬咯。我唔知，所以我一落來係你咧，我再講我是聽到就會出嚟啦。了特別我有頭先會想到 parallel， 若是我無教因一個阿莫紅，即阿莫包，我唔知是教因全部，我是無教因，了唔知有生囝無生囝，嚇，了到尾是安怎唔知啦，了你知啦，你若是教因一個 Asian， 無定叫佢要教你白伊個白寶大 ，maybe 我唔知，maybe 係我唔知，像當今啊，我是對阿莫攞個了嘛，所以若是講教因兩人咧是兩人咩物件，所以。係你我會想會出 ，because 我because 有教因無教因，我 almost 有教因 ，almost 無教因嘛。特別你有出國無出國啦，根本佇我頭殼內面啊是走定咧。我是知我袂大，我大袂掉嘅。我知我家己知講我大袂掉。保險店，你會有一個看一大 decision 咯，一 life decision 第大嘅，加班咧 explore 你另外一個 universe。保險店，你會嚇？教我紅教因，教我紅教因。我是想我攏是第大嘅加班。你是到底？你請是到底？出國。你請是到底 Clubhouse 啊？有，你愛我 live Clubhouse 我問你。back in 你 stay back in 我俾換你嘅面 because 你講話時你嘅面冇出來啊 so 是 because camera 冇出來嘅OK 應該我 mute 到下 Google Meet 嘅時候我片咗 OK 你講我感覺第大嘅渣啦是 I think 面是我出國冇出國是我有夠因為紅冇夠因為紅我感覺是講無夠因為紅咧遐，我得到我 forever single 過。我本身我感覺，我係講我未夠因，我只看我吹啦。actually 好，你過去 Google Hangout 較好較無叻，我未記得你過去 Google Hangout 嚇。你係邊個？你去開你嘅麥到底？OK。Hello，聽到？聽到。Hello，聽到冇？
睇到。伊個 still 有啊，我睇到你啊。我睇到。加清楚咯，同佢。同埋有啲 volume 冚掉。แล้ว because 我感覺我 still 冇做工，我冇驚，我冇แล้ว我感覺我是 forever single 我不想想坎坷夾別人交應我特別有可能你拄到一個上個女拄到紅，特別唔是你紅嘅紅嘅。我是想未出咯，我覺得講 to be honest， 佢暫時我冇教佢紅行嘅事啊。你是想買教嘅？我感覺坎坷咯，我係性格嘅人，但我個冇講成個 set， 我冇講成個話就講係 assimilate 啊。你俾對人就人教，邊教我特別教應嘅你看。冇，我俾 assimilate 嘅 American culture 我感覺。美國 culture， 伊budaya冇個咱像啊。因為當今嘛。係啦，成個 for example 啦，你看伊人。阿做去捌人啦，阿做去甲人 dating 係咪啊？我感覺伊人嘅阿摩人嘅 culture 真係奇怪咯 ，because 伊去捌人啊，伊會真採去大捌嘅位、啉酒嘅位啊。賭人，安尼賭人嘅，我感覺真係奇怪嘅，梗無 natural 呢，我感覺。你按照 natural 上面。Natural that means 你是想講你 circle of friends 拔掉，那你拔你 circle of friends。你多咧apps 是拔。boyfriend 咧是我多讀冊，係咪圖書館這個係咪 library？ 圖書館。多。你大概講我了，我一定看到伊安尼啊，了安尼拔掉嘅。但係我跟講啊，成個。伊人嘅教咗是伊人去捌嘅為捌人啊，我感覺是真奇怪咯。是講都係只去賭人啊，伊人是去捌嘅。我感覺都愛 date 人愛捌人是加 normal 嘅 environment 去捌掉嘅咋。但你唔是 pub goer 啦，就。我唔是。對啊，特別你 let's say 講你是到底。把你 social，let's say 講你去 church 拔掉咧 ，I mean 你 still 你有人是去一個所在啊，拄到人嘛拔掉人，所以你就是講 ，that means 你唔是講伊個 culture 你是袂啱 ，because 伊無學個路啊 ，because 你無去巴去 hang out， 你想到講要去別人，我去巴嘅時候真 awkward 呢款啊。對 ，because 伊人嘅 concept of 你愛去 dating， 冇去 expose， 要去你 pool， 去吹你 pool of potential partners， 就要去吧。伊人是隔了去吧嘅就，我感覺真奇怪，嚟計無 natural 呢 in some ways。But anyhow， 伊人無講想到啊，你去愛平常嚟去捌人嘅喎，for 伊人唔是安尼，伊人嘅 mindset， 你感覺到？有本特別我是感覺就是無上 venue 咯，有人是去吧特別你問我，因為我是 totally 無 qualify，because 我 dating 嘅 life 是安尼死呢。我們是一個，我們是一個呢，我第二個我就夠，然後變外人所以我是想到講你，若是講。app 咧 ，app 你係講 unnatural app 咪是個較 unnatural。for 我是真係 unnatural 嘅，係你去 internet dating 啊。特別有你咧，即係講你到底 in real life 你拄未到人咧，你會 consider 去 app 或者是去，我感覺啲 app 會較 in filter 會去吧。有，你 filter 特別冇代表講伊人會愛嚟嘟嚕啦。對啊，特別若是講你會喺你機會較濟啊嘛，because 去迄個 app 嘅人就是會吹。半人啊，所以你機會較懸淡薄啦。你想看到到底嘅路邊會行過，你可能就看到一個人是個人啊，風險小家啲事，你機會是真正少嘅嘛，對。少，真少。但係我感覺咧，one thing，阮啊，我每下你只人我捌嘅啊，伊人去 app 去嚟 dating 啊，阮是隔了未同嘅，隔了 in the end 啊，特別。拄着一兩擺啊、三擺啊呢。特別我係啱時到啲 app 會捌啊，但係係 before app 嘛，我係啱時到 online 即 dating 嘅 site 會捌啲。OK。So 我是
那是無迄個 app 啦，我是完全未拄到我紅嘅。因為我人嘅 pass 是完全未，所以我成日咱講 Clubhouse 好啊 ，Clubhouse 有你朋友，你若是無 Clubhouse，講你是完全拄未到嘅誒朋友啊，吼。無變成個無變咧，學見到我無真正有可能是無拄到你唔捌你嘅見下節，你知？impossible 咯，咱有可能是 impossible 會捌到對方咯。我感覺咧嚇是講嚇你有 mutual interest 嘅物件。Let's say 你去下你讀冊館啊，但你每次捌到嘅人們是愛上個你嘅，愛讀冊、愛看冊安尼嘅人，你知啊？阿俊你無你 dating site 嘅話，你咪捌到伊，你咪是你接落嚟你人做咧？那是講我無捌到我紅啦，嗬。那是我真正有可能無捌到，我講你講一頭到寄 message 互我嘅時啊，我到底你 dating app 會嗬。先唔是講 dating app，伊是成個小捌成個 pen pal， 你成日聽到即係講在19台嘅電視嚇。Friday 啦，即是 before Friday 時個，較早嘅 Friday，伊是即成個 classify 嘅 app 咯，所以講你成日準備找朋友啊，係咪嘅 ？I mean of course dating is ultimately the goal， 特別伊是拄人啊，老實講伊名了 email 然後小英嘅咧，所以我按頭一道寫 email， 我冇聽過這個事嘛，我頭一道係時無人通知我嘛，然後我寫了朋友講你無係小英，我講無係小英，我獨自看，講你係小英較濟人，我就去我看我小英是看到我係唔到 category， 我係到佢哋 straight category， 特別我係 bio 是寫嘅bio。Oh my god, this is a very cute Asian guy. So 我冇人 respond， 然後我去下小英，我看到 shit， 我係唔到 area， so 我咪是去話伊，你唔知有睇 list 時，你有睇下面 male seeking male, male seeking female, female seeking male， 係嘛？所以你解我 category 係唔到。我講緊 SW 啦，嚇咪 咩 ，but anyway， 所以我做掉嘅 category 咧，我個係小英嘅嗬，然後到紅險就係人，還是我個就千個嘛，咪吧？幾歲？24歲，แล้ว我咪是係咯 ，OK， 就係人 message 話，所以我都冇看到 Bruce 嘅 message 咗。我直頭 ignore 一下只 Barry 到底話 email 我冇看到。那是講啊，伊冇個再來 message 我個知道啊，我就是完全冇拄到啊。แล้ว那是講你拄到咩人咧？就是講嗬，我有可能嘅目標是到底下邊嘅目標，有可能嘅目標，本來特別，我有可能嘅做面咧，我有可能嘅 pursue 我嘅超過嘅 career 較濟。我一邊做 American 嘅 singer 嘅咯。我是甲我翁講，我是特別 toy with the idea 嚇，我講唔是實情嘅啦。伊特別一下，伊講伊特別聽一下，Oh no, I don't want to think about it 我講好，我有可能會去 cruise ship 會超過。American Idol。呢是 Celine Dion 嘅 Las Vegas 真啊。我想講，若是講我無啦，無聽到我係做你你再看你 Love Boat 哦。你咪是 cruise director。迄個 program director 咯。我想講 maybe 我就是會去做啊。maybe 啊16歲嗰大人做成定準。maybe 兩銀雕 ，maybe 兩 still 是會白雕咯咋。我哋 pass 是 cross 兩 still 是會白雕個。我下個有想講啊，我愛做多做呢位呢咋？呀，就是來做做來變成冷水啊！我感覺講真 interesting 啊！通看世界咧，嚇冇上世界。because 我做 engineer 嘛，我講話講未歹，嗰陣時講我做一個準嘅 engineer， 我們會做啊，嚟講。做當時你白雕咯。我未人咯，我未拄到龍啊啦，阿龍未夾住。我顯啊，顯住。冇啦，大丁準乜都係顯嘅，大丁準未顯嘅啦。所以你看到數啊，我是冇拄到，我係按嚟講，我有可能是，因為我 already 畢業時，我已經是為我 already 做咗我 audition 嘅 tape 㗎啦 already 做啊。
會行 for 你 cruise ship 了吧？我出去談工，所以我冇行我 audition 去迄個 cruise 嘅 company。因為我嘅 vocal coach 真 encourage 我去拖嘅。所以伊就already 教我講安怎，伊互我伊嘅 contact 係咪個了咧？是叫我做一碟，然後我有啲 record 咧，就我就actually 我唔知到去一隻碟，哇個爆笑，棒，大機。Murder on screen。我覺得你接一下，那隻。Oh yeah，就 spark 啫。我就 spark 啫。咦啊！你計仔講掉。我有可能嗬，我有可能，但是我冇嚟馬來西亞，我冇嚟美國啦。我有可能是做 hotel 嘅工。啊，啲馬來西亞做 reception 啊？唔是啊，我想要去 culinary 嘅時候，想個煮食啊，去煮食。哦。唔是這種咧 room service，沒有可能本啊！我愛本嚟，我就愛咗學得，我 somehow 係阿伯就是做 flight attendant 咯，flight attendant 唔是。我係看到。我 imagine 我做 flight attendant 咯。我 imagine 到。 Please sit down, bitches. Don't make me come to you. 唱歌，安尼款唱歌了 ，introduce 人了，切到物件。有可能就是伊啊，有可能就是講嘅咯，喺另外一個世界裏邊。好可能嚇，我有可能是到底個哪個會做雕花啊，唱歌雕花。你啦，你 feel 到你會咁慣做這類物件咩 ？Because 啊，係一種係講無談嘅字類咗，一個較坎坷嘅咗。我未講咩，但是講我冇伊。你點講 wisdom 啦？你是你教讀冊人啦，冇。你冇講呢條路本嘛？我冇講教讀冊咯，我講唔是講真正 aggressively 講要賺大類嘅人。特別咧，你看啦，although 你唔是賺大類嘅人嚟講本好啦，你成日話真正 interesting 嘅 ，because 你拄到真正這行款嘅人 ，personality 真正無相。แล้วก็แล้วก็จะหัวที่บิ๊กกี้ฮอลลีเดย์เนี่ยก็แล้วแต่ดูสิหัวที่จะ agreeable เลย so รู้ว่าสิกำกับละแล้วรู้ก็ตั้งควา observe หลังจัวมีเกียก็แล้วหลัง reaction ก็แล้วว่าสิกำกับสิจะ interesting แล้วก็จะมินจูก็จะ free จะ free ตัว這是對。我做啲 cruise 時，伊人是講咯，伊人是 boarding，你包個了，你包食包大，所以你賺掉你個了是你賺嘅。你冇 expenses，你都做你嘛？有冇 expenses？特別我唔知咯，我感覺到，我當今真 appreciate 我真係暑假我stability 啊嗬。咱較平靜嘅生活啊！嗬，我若是講行下一條路啦，做談正 either service 嘅路，啊，無就是去唱歌嚇，做調花嚟講嗬，我嘅生活就真正無平靜嘅，我感覺 ，because 佢哋生活嗬，佢哋生一種嘅生活嗬是真正。up and down 起落只濟，你冇 fix income 咯，對，你冇 fix income，แล้ว你有生理冇生理，嗰啲是靠你自己有人愛定你喎。你看，我感覺，所以我想我做 cruise 嘅時候，伊是 by contract 是 by season 嘅，所以達到你 season 後，伊一年有兩 season 後，兩三個 season 啊，你要對 season 咯，你特別看你樣彈呀，你個在audition 看你彈咯，個在經過人哋達到 season 咯，一年經過就到咯。看下愛路嘛。特別你行了這條路啊，你坎坷都巴力啊喂。關係嘅嗬，你 freedom enjoy 啲 freedom。關係啊，你白啊喂，成個你 OK 啦，你會規個世界是佇一個 cabin 裏邊嘅咗。成啦，你當今啊大，你一間厝咧，你叫你去大一個 cabin 啦，你白啊喂，你有影是白啊喂。有可能本人命啦，就係點先做唱歌。雕花呢幾年啊，伊上地嘅伊時間做咗，較骨力去拍電話去問啊，君州啊，即班有場哦，你有場哦，你安排好我啦，啊，伊間係想到這個物件嘅咯，伊未想到講啊 ，think out of the box，去 TVB 做戲，伊冇想到啦，伊間係做做咯，
嚇，伊無想到俾佢做 podcast 做 influencer，伊無想到咗，伊just想到講，群主話你有電哦，我這禮拜我有影喎，我會唱哪節啊？哎有可能呦，嘅咧邊人咯。actually That's why 我講講起嚟是 actually 快時差咪咯就。包唔夠，或者只包夠。阿龍咧 parallel universe 嘛，你特別你會成話特別對啥，你愛做這個 because 你是查邦嘛，你查邦這邊你做這邊啦，但是你有一條命，你就對這個查邦，了你對個查邦落去啊，是一個一個大查邦，所以你對咯，有可能到對你想一個點嘢咗，因為到對你想嘅所在，merge 到對 life experience 冇冇想嘅咯。想起啊。阿龍咧，你咧，我有一隻大查邦嘅啫，特別我 video so far 第大嘅時咧，就是我嚟韓國，下面做工8年過後咧，我紅險 suddenly 有一日，我被對邊頂咗，所以我是 within 1 month 啊，我個 resign 個搬物件，我為累嘅啦，一個月過後，我就出現啲邊頂嗰陣，我哋想啦，嗱如果你學我第大查邦 make a new decision 啊。我有可能是無離開中國嘅，until today still 住喺中國。無對到邊樣都係無接到邊樣 back 都係 ，maybe because 無話咧，連邊樣 back 都無嘅都就。係咯，無對嘅 Farida Joe and Farida 樣嘅咧，係咧 end up 咧，我本是無嚟過嘅。但係邊樣學嘅你第10年 anniversary 未到啲邊樣，到啲邊樣 back 去做乜咯？maybe 是 still 是有邊樣學緊 podcast，特別咧你當時唔把啲邊樣 back 做過手嘅。maybe 是到啲做個大，到啲嘅落邊。阿龍，你我感覺到你嚇，你真冰，你真啥？家係什麼？想到我當然到啲中國做咗工，個 I mean consider stable 嘅工income 好了。你又紅磡想到我被綁緊落去呢邊嚟，了到啲邊嚟綁緊落去韓國，你做搞咩物件啊？我是咯，我有時近了綁緊了，我過嚟咗，我哋中國本是 give up everything I have built in China 了，到對。如果成年就冇我去，你這有你做這成年，你做你 souvenir 面。你近了就 within 1 month 就。安怎我未知講你安怎有安那款嘅 confidence 啊，安那款嘅心。我 whole life 啦 until now 啦，我真成功嘅物件啦，本是 within 5 seconds make decision 嘅咗。例如講，我未去食雲吞麵，係啦，就是講我困呢邊程我就想食雲吞麵啦。If within 5 seconds 我冇跳起來嘅話咧，我睇到食唔掉嘅咗，我知咗，我睇到食唔掉嘅。So 我 today 我會嚟 Korea 是 because 有一日我哋邊領紅險車點聲，我紅險格己講話咗，講 I want to go to Korea, I must go to Korea, I'm going to Korea. Within 5 seconds 我擺起來咗。特別阿龍，我就擺起來俾我，我嚟拉便宜咗。because 你有講過嘛？你 because 迄一站你會生活，你有想講你心有一條物件，了你感覺 it's time to make a change。特別你啲有人講我16歲會死，有人講我16歲死，我有三個朋友細結嘅，講我16歲對，唔是伊講10幾歲我對死咧就。So ever since 你點時我就心裏邊想講，但是我10幾歲死我會做咩物件咧？我估物件要做，我隨便掉咗，我完全隨便掉。係咧，until 有一個 sign 就有一個人一 post 嚟啲 Facebook 嘅 post 一句話，伊講話，大人啲練條啲 rehearsal 條點時，你嗰啲困，你別怪人成功，你失敗。伊講過一句嘅話，我就看到這句話咧，我同樣 suddenly 啊，我 hit 我真係 strong 咗。車嚟啊，紅險。我話咧，我紅險第二日就見開目睭呢，我看到我嘅天花板啊，我一開目睭呢，我想就講，我知我要做乜嘢啦，我要去 Korea。有時我冇去 Korea 話我死啦，我冇咁運咗，我睇到要去。所以你到啲日本，冇到啲中國時，你冇想到要去 Korea 過，你是對個邊領嘅時間想到要去 Korea。我唔是，我哋中國日本係咧，特別我同你講冇咁 strong 咗。所以你愛啲時候特別，你到啲邊領時候，香港我硬愛啊，知道？嚇，邊領嘅點寫是我用有時硬愛咗，我死本愛去到咧，所以所以我係嚟搞咯。特別你看真濟人講啦。人會查邦佇人嘅生活裏邊啊，若是講你是真正 satisfied 佇你嘅生活咧，你未做真正大嘅 decision 嘅。若是講你會做真正大查邦嘅 decision，就是講 you are dissatisfied with something in your life, and then there is just that one thing that push it over，了你 make that decision，and that decision 是真正大嘅查邦嘅 decision。
我 agree，because 係點先？If 我 continue 落去啦，我心裏面想啦，我會 continue 做便當包，but 係點先？因為錢攞無路 ringgit 無路3,400、3,500呢就 actually 啊，對一個30幾40歲人嚟講啊，真係少咗。所以我是真係艱苦嘅點先？特別我真係暑假做便當包嘅，我真係暑假做個 Florida 咗，所以我冇辦法咗。我心裏面想講，我為咗便當包，嗰時為我自己咧。所以係當時我就 make decision 講無關，我要去 Korea，你 at least 我去2年，所以我嚟咗佢後，我就買東西咗。你去幾年啊？當然，嗰時我第一大係一個揸幫嘅咯。當然去幾年。如果冇嚟嘅話咧，我 maybe 有可能喺中國冇對便當。幾年啊？到韓國？我哋韓國7年啊！我哋中國有可能，我係上到上面嘅咗，我係真係背咗。你那是到中國啊？我係真係背咗咗。我哋中國嘅話啦，我係真係。真好食物件嚇。唔知啊！我看到啲古仔嘅時候，嗰時我梗係背嘢咗。我係真係背咗咗，我哋講。我成對便當咧，啲便當包做個我散就對咗咗。佢動機我梗 realize 個我別成背。我哋中國陣時，我走嗰陣時就背咗。你係咪數會去中國？Suddenly 會想講誒邊咧？我對走去邊咧？我有直接我甲我頭家，我 X manager 另外一個 department 咧，我刷另 department 一年個嘅誒，我 X department，hello，我甲頭家講電話咗，伊唔知講到咩物件，你話講係啊，咱伊是邊個人嚟？伊甲我講學電話誒，伊講咱知啊，咱人嘅命就第一年，愛做嘅物件讀東西就好去做啊，伊唔知成時講3點嘅物件就，我冚咧電話佢講，心裡面想講是咩？成個死人咗。我咯就直接殺死咯。第二節我就甲我頭家講，我就講 I want to resign。你講 why？ 講 because 我被對邊領咯。做乜事咧？唔知我非就講我時候要做咯。我頭家講，啊，是你冇工冇幫韓國啦。冇咩冇工冇幫韓國。我 current manager，佢哋點先係 current manager 講你啊，講我時候要對邊領。你講你對邊領，你拍時要做咩嘢？伊講唔係我，because 就關心我就 senior manager，伊都冇講我會做咩嘢。我講我唔知哦，對而家佢講咯。係咯，我就係對教咧啊！佢哋點先？我對教咧，我驚咯就，我對教咧，我是驚。freak out 就係死，我就 make the right decision 都係。啊，如果 did I make the right decision，我就請驚咗。所以佢哋點先？佢哋點先？我就特別想辦法做到咪面驚，就 find something to do 就。我走去隨KL Pack 嘅 website，我無端端我試下 email 去學 Farida 咯就。佢講我we met once 7 years ago，something like that 咯就。講 I'm sure you don't remember me。係啦，講好 I'm back in Malaysia. Can I get a job in KL Pack？ 係啦 ，Farida within the same day，伊 reply 我咯就，伊 reply 我咧就講好 ，No you don't come to KL， we are going to open a theatre in Penang。咁我看到嗰時，我佢哋兩毛管長嗰咗，我冇想到伊冇想到去 KL Pack.org 去找到伊 email address 嘅話咧，你就未做到啊 ？Maybe why life totally 冇。嚇，個仔 split 了，個仔 split 了嚇，咁乜嘢？你一查幫？唔一查查幫，就係咯。到時有陣時啊，我到時自家看。係嚟 science fiction 啊，款嘅物件 ，because 你看咧係啊，你家己想講，你家己嘅生活 maybe 是安尼 ，maybe 是安尼。So either 是你動機咧，即係講較 positive thinking 嘅話咧，你 either 是你當然冇 satisfy 嘅物件咧，你特別想辦法去變，我家己歡喜，唔是去日日去 complain 整 complain 啊，講喂安怎，你特別想辦法去改，啊無你你 forever 你唔知嘅。我甲講，迄個戲裏邊有一擺咧吼，我看了無幾場真係驚人嘅啥物事，伊應該有一個迄個歹人，伊就知道一個 secret 咧嘛，有一個安尼梅嘛，伊就講喺 one of the 三山巴裏邊有一個安尼梅知咧就，所以伊就直直送人過來，掠人過去，伊做一個垃圾工課就安怎就，伊再講下，你其中一個 case 咧就是伊來到 Republic of Korea 咧，伊看到你特別多嘅查某就，因為啲特別多嘅查某講你歡喜哦。我看你成日話你嗰啲紅未好勢嘛，係啦，一點太小英嚟看咗，佢哋就我度嘢小英嚟看，一看到嘅小英是一家己嘢咗，伊小英嚟俾伊特別多嘅小英，伊去食好料，伊食 high class 嘅 restaurant，係啦，一邊係大波食人道嘅，伊 friends 嗰啲是食真係 elegant 嘅查某嗰啲就，伊講你 Photoshop 嘅，伊唔會就，伊講 no。
that's you in another world。伊應該講咗，伊無明白嘅意思咗，伊該講嗬，我等於學攞一條路徑咯，because 伊被利用這個查某度，我攞一條路徑，if 你到下手我嘅話啦，我送你過去 ，and that is going to be your life。你紅是蝦米人，你黃光是蝦米款嘅人，你到底蝦米款嘅厝裏邊，所以查某因伊嘛，伊查某該做物件啦過後，伊送佢哋查某去 Kingdom of Korea，另外一個世界去啊。伊是上面嘅人，上款大把多嘅人就，就是伊紅無上人嗰種，係了，迄個你世界嘅人，你可以害掉咯，可以做美，可以困去啦，蝕去啦，送伊過嚟 Republic of Korea，你查某請起來時啊，就請見一啲另外一個人嘅厝裏邊咗，特別伊喺厝裏邊，伊紅伊舊因迄條線，應該明明就是伊面嘅咗，特別伊唔捌即個大波嘅咗。because 伊縮落嚟世界嘢啊，所以另外一個可以係個參考咯。伊 suddenly feel 到講，特人講嘅物件我唔明白嘅，我是唔是笑嘅？我是唔是笑？我唔知我是住咗，because 伊講伊是我係紅，我看到嘅時候，本講伊是我係紅掉，係咯。特人我身邊嘅你機票出邊嘅啦講，人捌我，特別我唔捌人嘅。because 伊唔知講直接係咪做咧 ？This is Korea 話掉啊，我係有看正嘅字，我有講正嘅話，特別一出嚟看到物件。something is different 嘅咋？呢條斜鏡咯，所以就義理咯，都有自己。但係你 Christmas 看 Wonderful Life 咯，係咩嘢嚟？迄個戲啊 ，It's a Wonderful Life 啊，伊是一個人，了伊是感覺伊失敗，了伊愛去自殺，了一個 angel 來甲伊講，你袂使自殺，若是講你無做即，若是講你是自殺啦，了伊可以看伊世界是安怎咯。伊自殺了，別人會受影響，係伊自殺嚟講，安怎影響到別人嘅生活？It's because 伊是啲銀行做工嘅嘛，伊啲銀行做工了，伊女唔知是胖起，假是互人撈起嘅時候，了伊無面對去，了伊想愛去自殺咯，了你 angel 來看，了是伊人再講伊著數咧是啊，規個頭啊，人唔知互一箍，甲了人灌淚 get it over because 甲了人講伊是錯嘅人，了是講伊驚死去啦，唔是伊家己一個人嘅命影響到規個頭嘅人嘅命。成活啊，影響到咯我都是看到 It's a Wonderful Life 了啊，想咯，哎呦，若是講啊，人做物件唔對啦，假是人做物件對啦，伊就是成個嚟 string theory 咁咯，伊是冇成嘅啊，對。啊，你講你係是個 The King 呀？你看 The King 掉，你特別係 Korean， 阿婆伊是阿摩記，你特別係 Korean，แล้ว伊個出嚟等伊係 Korean 哦 ，Eternal Monarch。對。你 concept 未睇過啦，伊 concept 是真有意思嘅 ，because 要只物件解釋了是 make sense 嘅咗。解釋了就 make sense。有我就 detail。Everything everywhere all at once。everything everywhere all at once。OK， 去 Google 呀。係好笑嘅。我唔知做乜需要注意啲咪你先係識幫咗 ，because 是 lesbian 嘅嘢喎。比較大多嘛。伊有一個 universe 伊是教演習吧？唔係走啊！我都是 lesbian 嘛。伊羅餅不是 lesbian 就係啦，佢另外一個是叫咩嘅？杜卡春嘢咯，看到。哦，係你白 black 啊！而家你 black 啊，佢杜你卡春嘢咗，我換別咗。我都唔理咩做啲嘢。伊當有 censor。係咪馬來西亞有 censor 可能 ？maybe blur 冇變嘅話啦就。blur 係咯。伊就話係 already 是真係 important 啲嘢。係啦，嗬，it's the whole conversation，emotional conversation 咁呢個。但係講話伊冇做 anything 奇怪，伊就冇 censor。伊冇做啦，伊 just 講白白啦。伊講迄個咩 sausage finger 嘅就話本事，伊冇講就過行嘛，因為 just 攞你白白跳舞呢嘛，只係人歡喜啦，人知係咩意思呢啦。伊有講是真呢個，話你今年才出呢。呀，對。就新戲啊，今年戲嚟嘅 ，very very recent 嘅新戲嚟。我講聽啷會記，伊係一新，伊做戲嘅哦，伊是做戲哦，伊到底伊戲啊是咪就佢出 the end，然後看到咯，伊嘅 screen 出，伊是明星嚟嘛？然後成個家己 character，然後你嘛對翕相咧去看戲，因為是到底戲入面做出 the end 咯，然後佢是人只 confused，because 只 multiverse 嘛，然後因為戲大啊，
有三个人行出去，什么了啊？有有，喂呀！我看到三个人行起来，我讲，安怎人行出去？我就讲，我着家己，我头头是，因为伊做嘅事，伊毋是到底去大，原本你直頭成個到底伊去出啲嘅呢，咋？然後我就想講，無可能了啊呢，是啊，看到人行起來，我講，有影了了咩？有影了咩？然後看到三人行去，然後看到個 continue 啦，然後無對來啊，是樣看顯表看，然後直頭走去啊，唔知啊，伊就出啲嘅，然後行起來對啊。ยังไพ่เสียแล้วก็ตีเลยกว่าจะยืน 哦，未必食會。มาแล้วเว้ยตีเลยกว่าจะยืนแล้วจะมาแล้วเว้ย你個字語點樣識講了？一隻 maybe 走住兩頭一搭後尾，我冇看到。但是講好，你紅人都知佢嚟個就你你看到你家己嘅事啊。嚇，紅人是唱歌嘅，嚇，你會安怎？我聽過聲又好聽。自己邊聽啊？我有當時我同你講啊，我真奇怪啊！我 even though 啊，我係一部分嘅頭腦啊，是想講，我只係我冇上嘅 skill，對人做人嚟講，讓有人知你搞，你未曉做這唱歌咧，對我嚟講，只年我是感覺嗰時我係 asset 嚟啦。特別好，只40幾歲啊，我當時你 still 係 doubt 你佢講呀，是人 ，because 係朋友買好朋友啦，佢講你聲好聽是安怎好？我唔會 still 係那款即係啥 imposter syndrome 那款嘅想法咧，就當時。阿 John 啊，你啲路邊伊拉馬吉國家出名個 ，because 你會唱東南亞，你會唱你到後尾是伊拉馬吉 set up clubhouse 嘅。我都咁講成咗。係咯，你有字名，你是錄叫呢個。啊，是錄叫呢個。Sheila，Sheila，我出 Maggie 咪啊，我出媽咪。我講起啦嘛，今年成哇個掉哇去，哎呦死就死啦！啊，特別好，你講有可能雲吞麵，下拉嘅雲吞麵。我哋講啊，你 personality 都係啱咗，你有佢嘅 personality，特別有啲人冇佢 personality 未做啊，我哋講。特別，嗱，生你有講有可能就是講我驚無上咯，有佢我 personality 無上嘅。人嘅變咯，人嘅變異。Because 我感覺到嗬，我嘅 personality 我 always 有我呢款嘅 personality 有，特別我真正冇屬於我家己嘅 personality 咋。Because 我嘅 personality 嗬，我直接啲漢到大漢，我 natural，當叫人看到我嘅。personality 是我 natural 嘅 personality，我冇去想講，哇！我要做蝦米物件，我要做蝦米物件，互人看蝦米物件。But 聽到嘅時候 ，before come out 嘅時候 ，before come to terms with 我家己嘅 homosexuality 嘅時候，我 gayness 嘅時候，我係 QQ，我是真正冇屬於我 personality，因為我笑啦，我講嘅話啦，我係聲啦，我蝦米嘅啦啊，我係 gesture 啦，我蝦米嘅啦，但係嘅啦，我真係冇屬於，因為特人教我講。喲，你真係查某型啊！你咪笑呢聲，你 because 我細漢個大我哋聽到，你看你物件，我變做我真係冇屬於我家己咋。若是講下，我會 continue to 我係生活啊，個別用我家己我 natural 嘅 personality 啊，我有可能我特別呢 cheerful 啦，可能嚇，棒嘅咯，嚇，你未笑緊一大聲嘅咯。特別我冇成嘅呀，我咪是冇屬於我家己嘅聲。我唔是講冇時間，我是唔是講成個人錄音啊，聽到對嘅聲就，我是人講，你講話，因為 OK，so 你睇下我到出去咪是有讀，我 because 我特別唔是做 ，because 我 lead 嘅咧 brand 咪我是做 cantor 啦 ，cantor 是個 cantor 係唱歌 lead 人嘅咧，啊冇就是我讀嘢咧 scripture 啊，咪咪叫 reading 係咪啊？我讀 reading 嘅時人講，你係讀啊，係讀個大部分啊冇。你聲讀出來成個只查某型，
只查某款。嗯，我讀嘅時，我唔是講到底啊，我安怎讀佢較查某款，我無去想嘅，你知道？我是要讀條對於 scripture 嘅 message 啊，我 try to interpret，我讀出來就反正咯，但係讀出來是人講話聲無好聽，只吉利聽係查某呢。所以我變咗，哎呀，我唔知安怎做本咗就，我唔知安怎做，所以直 try 就成個被。好的，你無屬家己啦，你是別人做，你無屬家己。because 你看到我嘅世界，a reflection of 我家己是無人，但人被規定無屬家嘅，所以我變咗講，我是無條件講去做安怎款，因為我唔知講人屬家我無屬家，我成日看咧，佢一直鏡，特別看到 reflection 我無屬家安尼款。我無屬家，我家己。面是人講嘅，哈，聲無像聲，只人都真咪數哦。我無屬，我家己 because 我知講我屬啥物物件 ，and I am not what I like。上輪我本是上咯，係咪？哦，我伊感覺講啥物伊屬家，啥物水。你家己安怎款，特別你唔是你愛嘅款。對，我 OK， 我看到even 農金啊 presentation真高，講話真高，行路咁了係嘛 ？OK， 我屬㗎，特別我知我唔是咁樣行路，我講話唔是安尼款，我笑唔是安尼款，所以我知講我屬㗎嘅物件唔是我，但估了我冇插了，我關事嘅，แล้ว我當見，this is me，this is what I like。But that is 佢嘅事是第，我感覺到做人是第歡喜嘅事咧，都是會接受你個件事。冇錯，你安怎？你迄時候，人袂安怎，人講啥物物件本袂講會食到你嘅迄時，你家己食。喏是咯，當然無人會傷到我嘅事咧。特別迄時majority本啊，迄時你大漢。whatever，關嘅就當然。對。對，屬格嘛做朋友，無屬格嘛甲兼講兩句爾。我未去救人嗰種當然，我未人講我，哎呦。要去報到數醫啊，要去破佢男拍，我未做緊呢工課啊，當然。你再出我上一年久啊，過來 join 就 PPHP。哦。幾聲係數？哦，特別你聲真好聽哦。嚇？你聲真好聽啊！真好聽咩？是真 sweet 嘅。我聽我冇時間聽，唔是一隻 warm 嘅，一個 sweet 嗰隻 warm。真水真warm嘅是聽下就講是隔壁厝嘅就話真好人嘅種嘅聲。特別冇想我 personality 咯，我一年。伊聲冇 match 我 personality。特別如啦，你 OK，頭晚都未話聲，所以我冇 explain 過，做咩事？人嘅聲，人聽人嘅聲嘅時候，是 through 人嘅 bone structure 聽到人嘅聲。when 人錄音放出來聽是 true 人嘅耳仔嘅聲，所以 when 人聽人家己聲嘅時候，你未接受你家己聲，因為你特無關係，你唔捌聽過你家己到啲外口嘅入來嘅聲，until你聽過你家己嘅錄音。特別我攞你冇話咪熟㗎。我聽到我錄音嘅時候，我個家己哩，我頭一道聽到我錄音嘅聲。我講係你唔是我，我心想，哎呦，這個人係想計嘅呢呀，追來，我講唔是我啦，伊講是你來，哇，我就聽到我心裡想，哎呦，我慘啊，我講話人得到，啊， somebody should ask me to shut up。特別 actually 冇咗，是你家己 feeling 嘅，光聽你嘅聲是冇問題，你就。哎呦，感謝。你佢世界人聽，佢世界人聽你聲就是安尼款的嘛，英文就是安尼，是你家己頭一擺聽你聲，通過你耳仔聽。光聽你聲咧，往 totally 冇 bad impression 嘅你就。哦，感謝。阿龍，唔是你兩個人聽到啲人嘅骨去聽人家己聲嘅時候，你聲是較假。你到底錄音聽起來是你聽是較關，因為伊無迄個 vibration 啊，迄個 low 嘅 vibration 到底人嘅面嘅骨去甲入去你耳仔嘅骨嚟，咧 skeleton 啊，所以你聽起來無像。特別我聽吼，特別我問人錄安尼久啦，阿龍尤其是你當今你嘅聲家己聲甲錄音聲像啊未？
我未想過。哦，你未 accept？我already聽我嘅聲錄音嘅聲教我家己講我聲是 in sync 嘅，我冇聽冇 different 啫啦。我嗰時聽得出來。我 still 是拍攝嘅，你知？哎呦呀！你錄音乜嘢歌啊？我佢，但係我冇聽到對家己嘅 topic 嘅，你知？未怪，未怪。你都冇聽到對數，那是講你直接，特別你聽過嘅 topic 係物件是你 skip 嗰幾把啊？我 the only time 我會接受家己嘅歌嘅聲嘅咧，是睇到一個 episode 嘅時候，就是我有 Monocaster 了，我有一道講家己嘅對去中國嗰邊找我嘅媽嘅厝嘅，佢哋告訴 only episode 我會接受咯，像 episode 我聽到家己聲，我就歹勢啦。你特別你那是講你愛嚟講啊？你愛 because 伊無聲嘅聲是伊特啲戲啊，伊對伊個見嘅，成個你聽你個見無聲嘅。規世界人是聽你聲是已經成日看咧，你無你講哎呦我聲咧尖這個，規世界人40年前已經聽你聲成日尖咩？我聽尖啦，我俾佢吹 voice coach 咯，就係。那我讀 Stratford 做工嘅嘛，會記哦，我讀 Stratford 做工，你咪白人翻嚟人哦。我去隔離人講，我俾佢吹 voice coach，佢俾佢吹 discount 個。There's nothing wrong with your voice. You don't need a voice coach. All you have is an accent. There's nothing wrong. 你講我講冇需要，冇需要。你話先即係 OK 啦，嗱，講依個做啊，我哋行，我講冇有 OK 啦。所以接受佢咯，而家就我咁講，我哋諗，我哋去做 presentation，我哋去做 seminar。對。哦 ，OK， 即係莫幾場嚇，莫幾場你朋友 Korean 嘅，莫幾場講伊個伊嘅 sister 嘅聲 exactly the same，伊講到底一聽伊嘅，伊講真奇怪，你聽到伊嘅聲到底，但係我是想聽到伊家己講話，家己講話。伊嘅聲是較假，唔是咩？是講 slightly 較 manly 淡薄嘅，我唔知啦，我就是冇講過。真係奇怪啊！我咁講啊，我係聲應該加嘅就 to match 我 personality。我感覺我 personality 嘅我係聲有 contrast 少。Even though 是講人頭今日聽我係聲咧，唔捌看到我面啊。伊 first 面尋我係成句啊。伊人拄着我嘅時啊，伊人會掉出嚟嘅 ，because 伊感覺講，你就見那聲較細漢嘅細隻，還是哈，誒，有可能喺你度邊邊，但係但係你講你攞嚟聲本無數個，就是講你因為當今就聽到你個機器啊，聽到你個機聲，你本無數個，感覺伊較小怪，小見那聲小優秀些，你會聲較冇淡薄，較 man 淡薄嘅聲，because 我人本無細隻咋，我是。quite 多隻人，quite 慣嘅人。So for 查某啦，for 查某喺馬來西亞，我是 one of the 冇慣嘅細嘅。因為是感覺真係奇怪咯，because 成個啊就講 dissonance 啊 ，body dissonance 啊，啦冇 match 呢，對唔對？即係人冇就睇見伊啦，誒，原來攞嚟慣嘅，攞嚟多隻嚟，伊人嚟。我較少聽到聲啦，特別有你成日講，有你成日淡薄，你。有只無相咧，迄個本身你是感覺上個你嘅 certain part of 你嘅 personality 甲未合甲你嘅身軀啊，啥物，你就上個感情嚟啦，即無。我係款會甲搭薄款，就成日甲搭薄妹。所以你想是18歲、19歲嘅人嚟。嚇，但係無數個已經那聲嚟講。梗係那呢？梗。我感覺唔是囡仔，係 youthful。啊。youthful 咪是見到，見到是 youthful 係嘛？youthful 是比較好聽啦。誒，嗱佢講到啲咧，等嘅 multiverse。嚇，誒我咁。嗱，我明明呀，是對人嚟講是隻大隻話，唔是兩 personal 嘅啦。你即係講 ，for example 講，馬哈迪唔是 PM 嚟 ，he has never been a PM。哇，笑未出咯。做 doctor 咯。係做 doctor 咯，你做 doctor 咯，所以馬來西亞就冇普通saga咯，馬來西亞冇普通saga嘅咯，冇普通saga啊，嗰隻係係那是冇9/11冇 happen，冇9/11冇 happen 嘅嚇，即係你世界是9/11冇 happen 嘅，係咯。security man airport security man 等嘅股啊，嚇，會使夾注意。
你就野水嚇。會使野水，我會使嘅。哋有呢個世界有真正物件係真無相嘅咯。咱人面誒，安尼我哋出唔行，知是安怎？安怎冇嗬？ Twin Towers 啊，冇 Petronas 冇 Twin 是 Twin Towers Towers 咯。有邊個真正物件是伊嘅 ambition 嚟嘛？冇 Twin Towers 咯。係了，變成死啊！我唔敢想咯，我家己理啊咯。你咪你先食飯。變兩個小時啊，拉三。冇大叫。你biết啦，我嘅時候到時就咪咱講到嘅，就是安華冇出現咯 ，because 冇馬啲嘛，所以安華唔是 vice PM 嚟嘅，伊唔是，所以伊冇去影響到咱人嘅religion， 冇就冇爆頭嘅，有隻咪嘅冇上嘅咯。馬哈迪冇出現啊，Tunku Abdul Rahman 滿係自家估咋。嚇，對，有可能自家估，伊冇係打落嚟，伊冇呢咋落。即係 inspired by 話人都好似大選嘅，係直接落意咪算。講嘅 Parallel Universe 本是都對起。正選最影，我頭晚出去我冇聽到最影。Harapan 當然必得字啊，82啦。WVN 73，一直地大啦，but it still 是冇得到講，就是做政府個冇得到。你未講，但係人講 still 是 uncertain 個 ，because 你特別看一 call 出嚟，特別問題是啦，馬路呢啦。迄個安華走出來講，伊 already 有111個死了。That means 假如算迄個後邊啦，意思就是講 ，except BN and PN 出呢個了可以行噶啦而家。特別特晚直接講係特別講特別安華講有夠 number 嘅，特別冇得掉講，會真特別單啫。安華講我覺得特別 discount 佢講。所以特別單看。前講冇事性啦，一 call 電話過嚟啦，強緊啊，我就會應你你報嘅時候，佢哋講我報你名嚇，我成日都報啊。我算你啊，我算你參住嘅，成間那去食車嘅時候人啊，伊無差別愛騎咪騎，就講嚇，無你出住款呢啊！嚇，你騎馬咧，無差別愛騎咪騎。出個了就等去 office 之後就講，安呢下，你少你啦，少你。啊對。咧係咪炸彈？你世界真大炸彈是係咪發生係咪事？伊無發生。咱人嘅生活係完全無相。日本無佔馬來西亞。迄個裏邊是無 Japanese occupation 嘅。迄個裏邊，迄個另外一個 universe 裏邊是無 Japanese occupation 嘅。你所以人嘅國人是無本攞個啥，就一直上一個 country 嚟咗。我有捌含面着啊。安尼世界咯，世界係你嚇出去裏邊，伊人嘅 Kingdom of Korea，唔是咱嘅 Republic 啊。Kingdom of Korea， 伊是真正 peaceful and 真正 prosperous，because 伊人嚇出去嘅位啊。Kingdom of Korea， 伊人學到一個真正 rare 嘅 mineral 嘛，嚇 metal 啦。然後伊人嘅世界嘅變 ，because 伊人 discover 到一個 chemical 嘅mineral， 然後佢哋 mineral 咧會製掉做真正一新嘅 technology 到伊人嘅世界嘅位。特別所以人嘅 GDP 是全世界排第4嘅，啲喺呢世界裏邊。對，因為是我感覺講，我捌含面就有安尼世界有呐，真正 advance， 真正 prosperous， 然後伊嘅世界冇講成咱嘅成只只 pollution 啦，真正只安尼物件，所以較 peaceful and more prosperous 嘅世界。對咯，對，只只擺。我是希望是人款呐，冇怕錢冇怕行嘅。你咪講阿富汗尼斯坦古早60這點先啊，真係水我哋想古早，人人嘅了，真係 modern， 真係 science 嘅了，嚇。let's say 冇怕錢冇 Gulf War 嘅話啦 ，today 我同樣一個世界我就 peaceful 咯，嚇。真係 imagine 嘅了，冇一隻 extremist。我唔緊了，話緊了去，真係 imagine 嘅啩。係你 Hiroshima、Nagasaki， 冇安尼數啊。冇，那if 你即係冇 Second World War 嘅話啦，有真係 maybe 是冇安尼即 even Jewish 本 is not a problem，because 古早是 Nazis 拍台 Jewish 嘛。if 迄個事冇發生過嘅話，你可 today 有可能有假隻物件無相咯。你知唔知？我 feel 到話，一般有可能都大餅本嘅就，if let's say 啦。
Nazi 嘅人伊無太 Jewish 啦，Jewish 人無走去 US 嘅話啦，有可能無安尼做 scientist，對，無安做 scientist，無安尼做 scientist，無人發明安尼做物件。你知唔知？若是講日本無佔馬來西亞嚟講響，喂嚟講都袂得早死。有可能英國人無離開佢馬來西亞。哦，對，你個日本冇跑出來是 English 冇走嘅嘛？應該掉。哦，那個講話British accent 那個講話，有人講嘅福建本是阿摩橋，即係英國用嚟跳，橋嘅就橋。The 阿摩橋，唔是阿摩橋啊，這是阿摩橋。拍嘢潮冇。maybe 誒 maybe 啦，咁都冇出國了，免出國了嘛，都馬來西亞嚟國嘛。咁出國先馬來西亞嚟接我。嘿，有可能嗬，變你福建嘅阿摩啊 influence 較濟啊，就有可能咧，即係變你福建嘅橋上嚟去啊，變咗成個阿摩人講嘅話。看下靠位嘅收聽啊，出嚟嚟牌，講個一邊都好。咁是英國橋嘅，講冇啦，我正來只個俾一個 computer 追嚟你啊，成個香港人嗬。伊是我 headdress 用緊係 computer，講你冇去咩？你路頭有一間新嘅 restaurant， 我買只學天米啦，跟住我俾只 creamy， 我就哈各位聽眾，歡迎人來聽檳城福建嘅 chat box。你想啊？是講阿摩人無走啊，英國點會冇去英國啊？如果伊冇去英國咯，我不免出國啊！嚇，點啊？我不免出國啊，那有影是你啦，有影咱個 universe 無相似。你睇英國點變咗檳城中？冇啦，伊有可能是迄個格魯國中去啊。真係屬於名是名英國中 ，What is the 中？中是一個記名嚟，名叫阿中，伊名嚟。英國中 ，OK，嚟。所以 maybe 363你拄到嘅紅是 maybe 是 British 嚟。let's say 講你是要教因紅無紅嘅，你個屬於 Western 嘅 style 嘅，你喺檳城拄到一個 British 嘅紅，有可能咯。我係是冇教因。actually 我一路來想講我是冇教因嘅咗。我拄到阿莫包嘅時啊，我本時想講，我一路來我17歲、18歲，我都是我是做老婦女啊，是未教因。你講 actually 有隻物件會變無相嘅咯，你 imagine Japanese occupation 唔捌發生過嘅，所以 British 唔捌走過啦，伊唔捌走過啦，變做咩咗？咱人 still 是 British 嚟，係咯？新加坡是人嘅一個 province 嚟咗，一個 state 嚟咗。所以人話 we never fought about chicken rice 嚟咗。嘿，就是未講 juice 乜 juice 係咩啊 ？juice 叫做咩啊？別胖講 maybe Penang is a country. Maybe instead of 冇新加坡啦，有 Penang 是自己國家嚟。特別你係咪物件 trigger 到一個咧？係咪物件 trigger 到一個咧 ？Based on 咱人 known 嘅 history 啦，係咪物件變了 ？Penang 所 become 一個 country 咧？你即係咱人講嘅是日本人冇跑出來，British 冇走，英國人冇走，伊冇走嘛，伊冇走啦，新加坡冇離開咯。Maybe British 冇走啦，British 真正暑假 ，because 要人係你 British 你咁 straight 嘅state 嘛，嚇做咧 straight settlement 嚇變做自己做伊自己嘅 country 喎。因為伊是一個 form 一個 separate 嘅 government，成個香港嘅咧，香港咧。special territory ，because 佢哋沙嚟為嘅了，佢冇蘇丹嚟數。對，冇蘇丹。有可能咯，有可能。蘇丹嘅伊人未做寡行咧，冇蘇丹嘅伊人會大。冇蘇丹嘅我未記講一個物件，迄個要阿 John 講 ，maybe 阿 John 看過咧，伊有一個 ，actually 有一個，你其實你在啲 Wikipedia 除咗，我特別除啲人嘅名出嚟啫。伊是講咩咗？安怎即個世界，人講有即個。parallel universe 啊，伊有真濟 incidents，會 prove 到講 scientist 會講，真濟有一個，安尼款嘅事嘅，你知？其中有一個 case 係咩咗？19唔知50幾年點先，有一個人一坐飛機咗，一落飛機了，一入去
日本嘅 custom 就日本嘅 immigration 嚟，你俾佢 job passport 點先？係你 immigration 人嘅 passport 唔係講你是到你嚟嘅。伊講一個國家名咧，你即講Felizevoir，伊講一個國家名啦。特別你日本人冇聽過呢個國家嘅啫，伊hand 伊 passport，你一看伊 passport 是一個只 normal 嘅 document 本咗，特別唔知嘅國家。特別伊唔捌聽過呢個國家嘅啫，伊就佢講我做呢幾年嘅 immigration，我唔捌聽過呢個國家，伊國家喺度嚟，伊講伊國家係啲 Russia 加 Turkey 嘅中有一個所在嘅啫，所以樣就出來即個一個 room 裏邊去 interview 佢咯，講我唔捌看佢你嘅 passport，頭一道看到你日本 passport 呢，我唔知你講嘅是係咪國家咧，你記我看你嘅國家喺度嚟，你而家你地道啦，一記你所在講，按照你所在唔是伊國家嚟。伊講我嘅國家地址邊，this is exactly the spot 嗰座，就是地址邊嗰座。特別人看到迄個地圖是人同級嘅世界地圖啦。伊看到 Turkey、Georgia、係咧 Armenia、Russia， 冇伊個國家嘅咗啲迄個所在。伊講冇可能啊，我就是係人哋迄邊來嘅。迄個所在是按照嗰個所在。伊講嘅出真濟物件，特別伊講嘅出來嘅物件，甲樣物嘅世界是有淡薄無相嘅嗰座。所以伊 check 伊 passport 啦，伊 passport 有影有作過Japan 嘅 job 嗰座，特別。伊嘅 Japan 嘅 job 唔是人嘅 Japan 嘅 job 嚟嘅就，就是講伊去過 Japan 嘅，我講 I have been to Japan many times，伊 business trip，特別咧嗬，伊嘅 job 真濟物件啦，伊看到伊嘅 passport 裏邊交代嘅 Japan 嘅 visa whatever 啦，唔是迄個 Japan 嚟嘅就，所以有可能是伊啲另外一個世界嚟咧，and then 啊，人講伊是 spy 咯，所以關起來咧，第二日啊，伊房間咪無開咗，第二日啊，伊無第二咗。我除你人嘅名出嚟，because Wikipedia 有介紹過嘅，有 search 到嘅。伊名是什麼 Russian 嘅名呢？係咪 Russian 嘅名？伊國家嘅名 ？Eastern European 嘅language 啊。那是講parallel universe 啊，我聽到人是無相，我是就我當佢 maybe 我變大波嚇，我本想 maybe 我變大波嘅咧。對哦。我係你唔係 parallel universe 喎，係你無相 universe 咯，係你唔是嘅咯。Because parallel universe 特是伊是 out of 伊是無相 decision 變嘅物件嚟。Why 有迄個 country 是 because let's say 啦，你 imagine Turkish kingdom、Georgian kingdom 樣 split 了變一個國家去，所以是會發生嘅物件。But 你查某變大波是 physically 嘅物件嚟嘛，你按怎變？Unless transition, surgically transition。Unless 講咪就就是講嗬，是無相間的。Unless 講你 father กับ你 mother， 你愛出世一年，伊再講是生查某啦，伊賣掉，你 mother 就死掉就你見下去，所以一旦嘅一生就冇得話。啊？我嘛是冇得話嘅咯。係咯，有咯，就是嗰啲都冇得話嘅咯。That's the only connection 嘅咯。冇，everywhere 係咪啊 ？Everything everywhere all at once。 Everything everywhere all at once 誒，你真係變誒。Because it's a multiverse 嘛。Because things that can change 咯。呀，啊咩嘅佢了是啊，嚇我就是想唔三唔四嘅物件，有時我想我想我未佢了時我就想maybe 講我是大波嚇 ，maybe 我做一個嚇 ，maybe 我做下咧嚇，安尼可能物件嚇，係咧我會想到咁，我會去 imagine。我會 imagine 講你世界無相，就是講你生出來是大波。比方講 maybe I'm a lesbian。我查這個字啊，攏去看這個字啦，這個字 Tourette 是 like Tourette syndrome 嘅 Tourette 啊，唔是？唔是，TAURED，你去找啦 Tourette，迄個人嘅名叫做John Zagrus。TAURED man in Wikipedia。John Zagrus。John Allen Kuchar Zagrus is the reported name of a real man detained in 1960 in Japan for alleged document fabrication. Tapi identity fraud 伊講是 identity fraud， tapi 你urban legend 係咁。對，伊講是urban legend man with his own country claim that 佢 John Allen 其實我唔講是假是假啦，我就是看過這個故事，我 feel 太 fascinated 這個故事咯。Zagrus naturalized Ethiopian。issued a Taman Rasat 係一睇
是伊國家嚇，the capital of 嗯 Torres。哦，Torres 是伊個家己國家啦。伊 passport 是 Torres 啦。哦 The man from Torres。 ，South of the Sahara。我特別講 Torres is likely Tuareg misspelled。無，有時後來有隻 theory 啦。我是 still like the fact that 古早有出現過安尼人，係咧有影正就是啲一個安尼國家來嘅。有小英啊，冇小英哦。一個小英哦。我看到有 passport 的小英。哦。Correct。哦，哈，哦。Jennifer。你邊講第二世界裏邊呢，本是有 UK， 本是有 Japan 嘅，本是有Tokyo嘅 ，but a lot of things are different。所以人嘅 job 無相嘅，係啦，人有可能人嘅 brand 無相嘅咧。只看下。啊？我唔知道。得，我去看。誒，你看你無咩？啊，應該是只看啦，我唔知啦。伊人講伊是 secret agent or something like that. Spy. Yeah, 伊人講伊是 intelligence secret. Yeah. 哦，手臂本啊，這是那時你教我媽講，那喺物件媽講你100小英。伊人講伊是fraud 誒 something like that。啊，但是我教我爹教我媽講咧，伊講你頭殼有問題。真係是講你頭殼有問題。我下個細漢時暑假讀嘅 unsolved mystery。我本是就暑假嘅咯。伊人我當機都暑假嘅喎。喺戲裏邊咧，有條出別就係喺 Korea 戲裏邊有隻八隻出別就 because 嗱是講冇 Japanese occupation 啦 ，so US 嘅 military 是冇留啲 Korea 嗰度，冇這類數嘅嗰度，所以已經冇留啲這類 Korea 裏邊咧，因為冇可能去 invent 條 military port 嗰度。because 呢度冇 spam 冇 hot dog 冇 American cheese。已經看到啦，講兩個世界有一個安尼物件都坐喺去食啦，真出別嘅。Hey, kami military port. Along Korean food 嚟 military port Korean food 嚟。Buday jjigae。你啲 Canada 睇到只係啲，一時食出名嘅啦。伊人食 army hot pot 啦，佢啫。army hot pot。OK， 我明。because 那是冇 American 嘅 soldiers 留喺 South Korea 咧，就冇這類 food 咧就。是哦。有呢？阿龍啊，我上面嘅位沒有。依個做裏邊本是冇咩廉椒嘅就，人嘅人是冇廉椒嘅就。而家有冇係你 Korean War 嘅 history 咧，人嘅人變咗冇廉椒嘅就。嗰時啲戲裏邊講嗬，人嘅椒係到落嘢啊。Because that's why 我看到出戲，我 feel 到真正 interesting 是 because 有真係 just small minor 嘅 detail 啊，是真正 specific 嘅就。你看了，你有影真正了解過咧，你計明白講，佢出邊嘅樣做了。伊講伊查某講伊咪廉椒就講嚇廉椒，你就人嘅椒bằng到落嘢哦。變咗講嗬，你蘇豬啊 ，is not part of their life 嘅就。冇講就破湯嘅物件啦。冇講安尼破湯嘅物件其實。你知唔知 Apple TV Plus 有一個戲本上嘅款嘅嘛？伊唔是講 parallel universe，但伊差唔多上，伊是成個講你。我知。嚇叫咩嚇 ？For all mankind。嚇 For all mankind，阿龍都學過哦。Russia 食伊那是講，伊講，伊 cold 是唔是 cold 啊？冇伊個。冇，伊是講，你就係你 space race 咯。美國加法國，唔是法國，美國加蘇聯。蘇聯成 key space，特別 American 咱嘅世界啊 ，American 是 number one key moon。是伊個戲裏邊咧是講 ，what if 蘇聯成 key moon？對咯，有 what if 係咯。有伊個世界裏邊啦，滿是冇行對家相咱，特別真一隻行是相嘅，特別有淡薄物件冇相。我話晒阿龍應該暑假看本。我就記出嚟講。叫咩？叫咩名 ？For all mankind。 For all mankind。我記得出嘅。For all mankind。Basic is basic。啊。OK， 阿偉之後面教俾妹妹。這特別 quite fun 嘅 ，because 我是 feel 到咧，這個世界有影未必真正是有啲另外一個世界接來嘅人，咱唔知呢嘛 actually。
有可能鬼就是即 parallel universe 係啦有可能咯，有可能你看到你鬼啊，即是 parallel universe，it just cross over 就好你看到伊呢度。看你去看下咧，一道卡個記者哩嘅事啊，有可能是法律未來。無像 universe 啊，你我講明件，後尾講明件咩咯？你後尾啊，你 aircon 上個是 aircon 嘅對面，嗰係一 R 物件係咩？哦，冇係你時我係插頭嚟，我有一個插頭，我食嘅是插頭。你冇用你 aircon 咧，你嘅 aircon 係插頭啊？伊 adapter 是啲頂面嘅，伊 adapter 是啲吊喺天花板度嘅，哦，頂嘅就，我插頭是插起去嗰種，插起去了，我被actually我有一個物件，我被炸死咗，所以我插起去了佢有，伊會拔到落來，所以係你白色嘅，你是 sponge 嚟我講，我所以係夾彎去係治掉，你 sponge 倒掉，伊咪可以拔到落來。哦，我都記得插頭落落嚟，所以你嘅殺機器。插頭係落落嚟，because 伊坑死。你係你插頭是唔是學你 aircon 用嘅時候，你 aircon 冇關係？唔是，我被插死裡面嘅係啲我面前位嘅，所以我係線放落嚟，等等你線落嚟。我就是被用一點面嘅一個 adapter 呢。但係你是 aircon 嚟啦。aircon 嘅power point 不是地面本，地面有攞嚟 power point 嘅攞嚟看。哦，但係你係你是你 aircon 嚟啦，你係只白白白白只地是你 aircon 嚟啦，你咪嘅係掉嘅。冇係你一個青色嘅波冚掉，一個 aircon 嚟。哦，咁樣你嗰個波紮掉啊？aircon 我咪包起來咯，咪。哦，I see，明白啊。我哋奇怪，佢就按照伊合併。係啊，然後頭款咧，我覺得爆咗起嚟，我斜覺得爆咗起嚟。你每個運動一個爆。我是唔爆佢哋，我係斜話啦。你斜嘅啦，挪嘅啦。另外啲你俾我斜是拿手咩咧？你斜嘅咧，講到咁樣破嘅咧。你未知有自己那陣時，你行一轉，你都請起嚟啊！你去 office，你去做工，你去 office 咧，你捌特人你看過樣嘅邊嘅咧，但係冇一個人捌你喎，而你哦，我特知冇聲咧。我特知冇聲咧，去做嗰陣時，嚇都是撞嘅。我是講冇 McDonald's 喎。誒，我冇 McDonald's 喎。阿龍都看到其實我冇咩想哦，其實。你頭毛？哦，你白鏡啊？你白鏡？白鏡頭毛。頭毛。個我冇請 headphone，佢哋冇請佢哋。啊，都平常時奇怪。你我當有一個 ，because 你成日當我 video 嘅時嘛，我 video 請佢哋也 OK 啦，但係安看咯。你特別覺得我是Princess Leia 嘛？當今我是當今卡無啊咯，人哋我當然我做一個成個龍佢因而特別一交起後尾啦，即係出邊有你看個我名，肯定係落了個人看。感謝各位聽眾收聽，感謝阿龍。意見講這本隻物件講啦，我只暑假是係咩事啊？龍，我只暑假講嘅物件就是伊會做好你嘅用你 imagination，伊用咗咱嘅 imagination，但係就咩話？按所講就係阿莫話一 episode，用咱嘅腦去想看咱無想嘅世界咯。我是對我嚟講是真正趣味物件嚟，然後你去有人就想講，萬你就不想去想呢物件，特別好啊！我就點會？到底要去行路，佢就路，好路去 challenge 想看 challenge， 就講我個叫人咩話咧？好賤咗。好路逼路去想啫，逼路去想啫，看按照你想，我係冇想嘅。即係出邊咧，我成日都在，成日有人成講，你要是掉白表嚟講，你要做咩？啊，你咪是想，很多時咯，掉話你要做咩嘢？有影怎麼你人講到 if let's say 你有影迄一日 that year that month that day 你無 start 到邊樣學緊 podcast 嘅話啦，I think 往這邊講話人大家朋友嘅了啊 ，the whole world is very 冇想啊嗬，完全冇想。我是唔捌人嘅了嘅了，而到底你唔捌做這嘅咗。咱嘅生活嗰陣時，啲嘅路邊會浪掉啊！嗰陣時到底你唔捌一個人嘅了嘅，完全一個人都唔捌咗。先咯，
是咯，那是我唔捌咯。人尋想，แล้ว講了嚇，你 topic 上尋想了，咱會聽到了人แล้ว冇你哋鬼故事講起就是哦，喂，來就 boring 哦，那是講冇變得福建。都地讀就是你未拄到雪啦嘛，知道佢嚟講。係咯，有年，你講，有年。你對佢變得冇呢一兩件條路咋？我當佢嘛冇人知。哦，冇人係件路啊！當佢冇時候，我講對面嗰時我拄到就是有啦，我是拄着幾那人啊，但都唔捌咧。有班山有拄到一個。แล้ว我去食咧 hawker food 有一個咩888什麼幾頭幾號 1 2 3 ABC 我袂記啊，係邊冇拄到一個，特別我頭一個拄到是到底二寶誒。對。當然應該因為actually 想起來是真極閃嘅咋。你是唔捌 view 話嘅咋？唔捌到嘅。咱特別就極閃嘅咯，咱真係前面嘅無相嘅咯，如果我是唔捌聽過南西這個名嘅。特別阿龍啊，你唔是有個人就是聽到 online 聽起嘅阿龍，我是頭一個，所以有可能我係捌路咯。你我不有可能袂捌路本，我知你是邊個人，但是我會記我寫 email 好路嘅，如果我知你是邊個人。But if you 冇 start 邊個學緊播嘅話咧 ，maybe we will never keep in touch。有可能few months later 我都冇做，係啦，我冇做，本來打當然，你都冇做嘢啊。哇 ，interesting 哦！所以那是講好，讓那是聽邊個學嘅人咧，好，讓特別正歡喜講，咱有這隻老早嘅世界。但是講咱冇邊個學嘅人，咱冇老早世界都唔捌啷個了啊！是我講掉，我其實係考，或者呢個係咪算 emotional？嗰時都冇 emotional，冇變成 back 咗咗。冇人講而家應該冇個了咗，白白出嚟就背冇這個物件，makan session 冇個了。No， 哇 ，nothing happen 咗。哎呦，極羨慕！阿三laksa 係 just 線咯，冇物件聽啊！阿三laksa 都冇俾 handphone 啦，講下事。意思你啲厝裏邊去做嘢年生咯咋，特別伊是一個人喺做嘅咋。啊咧，伊上邊啲 feel 就講，上個線的電視有人講啊。講話，但是我哋做掉咗，but when was it 啊？冇，他是你喺 parallel universe 時候，想講，安怎下做啲啥時候紅險嘅時候掉，聽到人笑嘅聲，然後想講是，哎呀，我聽到鬼，原來是 parallel universe。我看那是無即個邊個學嘅無 clubhouse， 我是無用 cell phone， 是舊家4本無俾 cell phone 了我講。呀，我感覺掉本咯，那是唔是為咗 clubhouse 都無俾 cell phone 咯？我看。我無俾 cell phone。我是 clubhouse 不是為咗邊個學嘅用嘅嘛？我當見我個人講我有 cell phone，特別無 data， 人看我是笑人。What do you mean？我有 cell phone 特別無 data， 你俾我嚟做咩？用 WiFi 咯。對，哇 ，interesting， 感謝各位支持收聽，然後咱希望咱禮拜咱過來，禮拜幾個數時咱過來聽下，禮拜幾個數真係刺激啊！咱看到幾嘅時候，應該可以 make sure 咱都來收聽，梗係看到幾嘅時候，但是冇變得好，跟就冇幾個數聽啊 ，OK？ 感謝奇怪，點解冇人別人做福建話幾個數嘅嗬？冇咯，人嘅有啦。我識係都係人嚟咗，所以 you actually you rule the whole world 咗。就是咱這個 group 啊，真係搞 imagination 嘅物件。台灣冇人咁講，你聽幾刀啊？你就寫啊，你聽你就哎呀，貴啊，冇先嘅物件。有咱人17、8年啊，唔捌 stop 過，咱 continue 啲講掉㗎。咱個表記，後面咱參落基本會講嘅。I think 人是就頭晚講嘅 dating app 啊，人是上嘅 dating 嘅 app 呢？伊是 automatically 你接來啊，你已經是上個佢隻 category 你興趣 category 嘅，所以上個我咁啲講，你 naturally 上 already 有 share 有相了嘅興趣啊。
咱邊咧學嘅somehow係咱有上嘅興趣，特別咧興趣嗰部咩上喎，咱講上嘅興趣嗰部，咱是你邊咧學嘅講上嘅話，一做人將啊念掉呢？是因為就有一at least 就有一項的，你落甲了人講會通嘅，對喎，對咯。OK 啦，咁時啊，咱講會通，禮拜日接落去教人講。講到這邊先，感謝各位聽眾上個上通啊！等陣各位聽眾收聽，同時你是咱嘅英國，那是無走嘅世界，各位感謝咱嘅收聽，這裡是檳城福建嘅咪咕John，這裡是英國影響嘅檳城福建，哇，都是安尼款嘅感謝，禮拜來收聽，拜拜，再見。OK，YouTube 嘅人禮拜唔是頂住禮拜冇，我 future 是禮拜冇看到 episode 到這邊嘅time是頂住禮拜冇看到 episode 到這邊嘅time，然後這邊演嘅第一定看定聽 subscribe 嘅時候，我哋現在錄音就通知你啦，感謝。